三字頭，埋嚟睇，埋嚟揀，好新喎，三字頭，係咪呃人㗎？聽講嚟緊都會係三字頭，唔知你有冇聽過以上任何一句說話？今次似優質靚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電話號碼嘅歷史。喺1989年底，當香港電話號碼仲係7個位嘅時候，三字頭其實係代表咗標九龍區。不過隨着電信商推出攜號、轉台等等嘅服務，今時今日單憑號碼字頭已經冇辦法判斷佢嘅地區啦。至於而家常見嘅三字頭，8位電話號碼就正如上集所講，香港雖然喺1995年將所有固網電話號碼前面加上2字變成8位數字，然而人口增長得太快，加上號碼需求龐大，於是再一次增設三字頭嘅新固網電話號碼，再加多個冷知識：32、33開頭嘅號碼其實係用嚟預留固網電話，升至9位數嘅。所以今時今日我哋見到三字頭嘅固網電話號碼，除咗比較新之外，亦都會係未來電話號碼嘅新趨勢添。